乌鱼子用喷枪烤到表皮金黄，帝王蟹则是用稻杆做烟熏，连黑尾鱼上腹肉也包裹上芝麻，增加香气和口感。搞刚的食材组合在一起后，就是一盘台湾味十足的开胃菜。嘉耀参旅系师生在印尼国际厨艺赛中大显身手，总共获得2金3银1铜以及6项佳作，相当的有层次。那这个也是拿到一些好的评价。我选用的是 M9 和牛，还有这个和牛的牛甲，还有这个牛小排。这3个不同的部位呢，我做成了3种吃法。这样子呢，我的主菜就有丰富性。带队老师曾凯勋一口气拿下2面金牌，用牛肉做主菜，做出这道 M9 坚果菲力衬和牛夹佐青豆慕斯。学生们也端出澳洲板腱牛配红酒牛骨酱汁与牛肉球，以及香煎牛菲力佐牛骨肉汁搭配蔬菜双色意大利饺，受到评审的青睐。这次评审非常大的这一个回响非常的认同也非常的这个赞叹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竞争者们能够做如此的食材的巧妙跟搭配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获奖的这个因素。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我们看到金牌的后面都有非常深远而且深层的这个练习跟辛苦。在国际舞台上拿下杰出的成绩，校方给予大大的肯定，也鼓励学生透过挑战自我来提升实力，成为餐饮业的未来之星。记者宋怀谈的报道。